好，我哋經介紹下有兩篇作品的一個內容哦，今日我哋來做一個分析哦。初步有兩篇其實就會寫總理府嘅家庭的生活哦。初步上呢寫嘅係同性人嘅一個親情哦，按貧賤夫妻呢寫嘅係兩公婆嘅一個感情，還有一個生活哦。其實一個初步方，伊用一個給馬嘅圖紙嘅一個故事來映射一個伊同人同性人嘅一個關係。人嘅家庭其實歸門上有，譬如因為冇錢啊，冇錢有不平，平冇有某一天有工作做，冇錢嘅生活一樣會過，係兩個大人一齊發生事情。另外一剎存下來嘅，另外一剎一樣會對也帶一個生人嘅哦。好彩一個生人呢，嘛歸啲大人殺嘅一個辛苦哦。所以見到一個家一個帶世界嘅太照顧一條世界嘅，因為你有嗰度東西本一條世界嘅事，慢慢嚟來變態哦，嗰種長大強樣哦，人哋也愛嘅辛苦。也會辛苦，所以用計碼來做一個印刷哦。也因為也安尼，那我本國文課本寫入去哦，就會有一個譬喻，按過來就做一個現實生活的一個譬喻哦。貧賤夫妻呢，其實講嘅係一個家庭，窮養人的家庭，是個冇錢的世界，也安樣的過，也沒投降，就像人家沙比講，講唔起嘅就同生人的吃黑啦，自家去吃晒啦，也沒。雖然佢辛苦，按佢也想辦法過下來哦。總體妹辛苦去工作，按總理府呢，伊種講剛才就接下來伊也工作，所以啲文章開始，為到有卡看到人有卡嘅狀況哦。唔免惡做，係呢過強烈，生人呢眼神好嘛過強烈哦。做事嘅時間呢，生人用得個實，就平妹講以為同生人呢說話起有個地位，冇辦法啊，讓生人呢落會發生危險哦。過來嘅時間就講那家愛開始可以來吐生人呢，平妹去工作嘅時間就帶一個茶去本意裡嘛。文章呢寫到後邊就一個高潮，就是一個講一個書嘅哦，講書嘅根本上嘅事情，總理府冇辦法只好本平妹去講書嘅，因為一個講一條書嘅可以存20萬元，一個對員工來講貴太嘅錢哦。做事一日做冇幾獎錢啊，我數按多年，用得個實，所以呢人呢。工作雖然條文總理府嘛唔判得價位去講一個書嘅，價位講唔怕嘅，我可以做得，我就來做，但你存幾多錢，唔能人生過好就好嘅哦。一個係貴嘅作品呢，一個最高潮嘅地方啊，到一個平妹網道嘅時間，對總理府來講係一個。歸難受嘅，歸感覺個我要按摩用嘅哦，因為本家會做一條事情哦，看到家會歸來嘅時間，伊來幫無強故鄉，以一個做先生嘅、做老公嘅一個男人，冇辦法來照顧好人嘅家庭，最後呢就同平妹講唔好再去做一條辛苦嘅事情哦，但係你哋過會去就好。我去都不請投入，兩個人就要同一個家庭嘅支撐下來哦，冇本一個家庭餓起咯。生人呢愛本人讀書，也嘛愛讀書哦。人呢想辦法來存錢，存幾多錢？騙人幾簡單的事情，對人來講係幾辛苦哦。不過辛苦唔怕，只要佢他家人強下，他家人平安，人就幾幸福嘅哦。一個係其他兩篇文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嘅內容，還有一個分析哦。